林俊杰16日晚间演唱会进行到第3场，除了惊喜合作在台下的不老男神林志颖合唱，安可桥段还惊见 JJ 虚拟分身 ME 台北限定的秀，成本破亿 ，ME 一下秀出 JJ 最怕的番茄，林俊杰也不甘示弱下绕口令战帖，互动频频。艺人林俊杰 vs 林志颖，林志颖不老男神。林志颖坐在观众席，和林俊杰在台上弹奏合唱《我的骄傲》，惊喜桥段让全场粉丝嗨翻。艺人林俊杰 vs 林志颖，最初的永远，我的骄傲，看着你起跑，我来助跑。艺人林俊杰，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梦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，被称为行走 CD 的林俊杰，16日晚间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第3天演唱会，歌声依旧维持高水准。安可桥段时走进了巨型盒子，突然出现一位和 JJ 外表一模一样，自称是 ME 的人。虚拟分身 ME vs 艺人林俊杰，从假人头变成帅帅的我，比你还帅，比我还帅，靠着3D 虚拟实境技术投射 ，JJ 虚拟人分身栩栩如生出现在观众眼前，还宣称能做到林俊杰做不到的事。虚拟分身 ME vs艺人林俊杰，今天来个牛的！你怎么会变那么大颗？本来小小颗的，怎么变大了啦？秀出 JJ 最惧怕吃的番茄，让 JJ 马上求饶。不过最后也向他下战帖，要他念一段进阶绕口令。虚拟分身 ME vs艺人林俊杰，还是林俊杰进阶了晋级的零距离，20秒，20秒，你几秒？我6秒。ME 念到有些大舌头才破功，这段台北限定的秀，真人现场对话，虚拟人技术成本破亿，也成了演唱会上一大亮点。